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
心上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气。上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避难所。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来颂赞他。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圣殿要充满赞美，阿妹吗？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旷野中的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
一起拍掌来。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们一起来宣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平凡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我在深锁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赐予生命的恩膏，我要歌颂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要永远来歌颂他，来赞美他。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请坐。感谢主，我们迦南教会经历了60年，一路上都有主的恩典，有他的知友，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在昨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我们要请求神来带领我们，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主，圣灵要引领我们迦南教会，在新的一年要做新的事，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时刻来祷告，求神成为你我的避难所，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跟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一起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庇护所，坚固如磐石一般，你来看顾着我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父神你，因着你这样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圣殿里面再一次朝见父神你的面，把我们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父神你是如何的爱着我们，你是如何的保护着我们，让我们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请你来赦免我们，请你来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软弱在主你的面前得到释放，得到父神你的这样的释放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每天过得一个洁净的生活。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学院也派了杨成的牧师来到教会里边，来这边来见证父神你的话语，也要来说明神学院的需要。我们恳求父神，你让我们每个弟兄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同心为神学院来关心代祷，也为神学院摆上我们的能力来奉献。特别我们也恳求父神，你祝福林口教会杨牧师他们在那边的教室能够日日增长，得着更多的人。我们也把今天杨牧师在这边所要讲的信息，杨牧师在这边他所要的服事都恭敬摆上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恳求父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只剩全能神引导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我们有活力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来到主的圣殿，用欢喜的心与你亲近。求主继续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得到由天父上帝所来的赐福，也可以靠主来得胜，给我们心中都有平安与喜乐。也求主来保守教会每位弟兄都有同心合一的心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能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领受到由主而来的教导与祝福。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坐。这是报告。在报告以前，我们先来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金句哈，我们来读2遍。好，来，我们一起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缺乏。诗篇23篇1节。再一次。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缺乏。诗篇23篇1节。好了，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是吧？家来同在家，人生全来演唱，家个用我和平交中华。同在家，同在家，家来同在家，家会苦所家空也只独落有稳定的靠家。有马赛嘛有所有，那赛前后大家也去什么的靠。手牵手，继续同在家。跋山过岭，沙漠过路，风中过河，同伴好平当心当地，可等准备到最高难高会，当心当地，可等准备到最高难高会。手牵手，向前走，家门向前走，在森林的引导，走过永乐和平与转化。手牵手，向前走，家门向前走，经过高山与旷野，一路都有恩典的记号。岁有泪，岁月有回首，擦干眼泪再次。继续下水的手，手牵手，继续向前走。翻山越岭，荒野开路，沙漠过后，只走不一步。希望与谁要神的爱，在迦南交汇。走希望与谁要神的爱，在迦南交汇。好，感谢父神哈。在今年这么多的庆祝60周年的活动里面，我们得着父神的赐福与平安，我们把这个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主。好，那来，我们来看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哈神学院呢派了那个林口教会的杨成恩牧师来代表神学院来讲道请安与报告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来关心代祷与奉献，这是我们先感谢杨牧师等一下的勉励。好，今年度教会的总预算是1843万9940元哈。那经常会到了11月10号，我们的收入是1116万7672元。到了10月31号，我们的支出是1198万
7696人，所以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你关心奉献，让我们今年的这个经费能够让我们的事工推展更顺利。好，来。要购买圣诞糕的弟兄姐妹，请你到49号的1楼那边赶快登记。我们登记到11月23号11月下个主日来。好，松大要讲座11月19号礼拜三的10点半到12点你可以说不 yes OK 接纳自己需要的审查时间及练习有讲师是曹冰莹老师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初心造就的课程我们持续11月22号的2点有 A1 的认识基督徒认识祈祷等课程，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你准时出席参加。好，我们颁发这个结业证书就是11月23下个主日，我们要颁发 A2 课程，你上完课的弟兄姐妹，你在下个主日你可以在台一场或是华一场任选一场来领那个结业证书来。好，最后我们来介绍来宾。今天有新来的来宾吗？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吗？好，没有我们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今天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0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开口同心来读来，一起。上主吩咐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民说。你们要照着我叫摩西传达给你们的命令，指定一些城作为庇护城。凡非故意而误杀人的，可以到那里去逃避寻仇的人。这样的人可以逃到其中的一座城，到城门口审判的地方，向长老们解释事情的经过。长老们会让他进去。给他地方住，这样他可以留下来。如果寻仇的人追到那里，城里的人不可把那个人交出来，却要保护他，因为他跟死者无冤无仇，不是蓄意杀人。他可以住在城里，一直到接受公开的审判。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才可以回到他逃离的家乡。于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拿弗他利山区的加利利指定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区指定示剑，在犹大山区指定亚巴城，就是希伯伦。他们又在约旦河东岸耶利哥东边的旷野高原，在吕遍境内指定比西，在迦得境内的基列指定拉末，在马拿西境内的巴山指定戈兰，作为庇护城。这些庇护城是为所有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侨设立的。任何非蓄意杀人的，可以在那里找到庇护，躲避寻仇的人。报血仇的人不可杀他，除非他已经经过公开的审判。以上好，今天我们要请林口这个杨承恩牧师来讲到，他所要讲的题目是谁是我们的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华语堂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也透过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奉献的纪念主日。虽然刚才我们已经奉献完了那也感谢主，可以透过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们一起来为着这间神学院。那它也是我的母校。我1998年从神学院毕业。算数好的，请跟我回答一下。那我毕业几年了？27年。好，我第一间教会服事是在白河长老教会，在台南县那个我们有去过的关子岭有没有？要去关子岭关阿念关子岭
的下面那边哦，要上山的一间教会。那我第2间教会在艋舺教会，哦，那时候是青年牧师啊，在那边待10年左右。啊，第3间教会在南坎大安教会，哦，大概待了2年多左右。再来这一间就是林口教会，大概待了13年左右。所以牧师在整个神学教育的过程当中，经历神丰富的恩典，然后每一间教会都有不一样的风貌。我们林口教会今年68周年，要迈向70年。现在聚会的人数大概有180位左右。那我们也一样分台语堂100位左右，华语堂70位左右，70-80位所以我们就在做宣教的那个历程上面，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们林口长老教会也在往前迈进我相信也可以这个迦南教会也可以成为我们林口教会很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最近也刚好教会整建完。我们有3楼的礼拜堂，那可以容纳大概140位，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椅子也一样。我看到今天这个椅子很开心我们椅子也是买这个的然后这个讲台差不多大然后感谢主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华语聚会的地方，然后台语的礼拜堂我们也把它挑高了一点。如果你有来过林口教会聚会，你就知道我们那一间教会其实那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其实在那个连续剧、在那个偶像剧都曾经到我们教会拍摄过的。然后所以就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教会。那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在这个服事的过程经历不一样的教会的风貌，还有不一样教会的文化。我相信神透过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期，也帮助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我们经历了60周年。在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设教已经16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算什么？60年，中年呢，对不对？虽然我们这一堂的礼拜是以华语为主，但是我们看到中年，通常有人说华语是不是青少年比较多？其实不一定那是语言的问题而已好，那我们是算中年中年年纪，你想想看，你当初在创业的那个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人生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我今年55岁，民国59年出生，我算中年嘛我念书的时候，开始念国中的时候，我头发就这样白色的然后曾经一度我有染色过那大概是少年的时候嘛年轻的时候稍微染一下，可是我发现不行越染这个好像头发越掉越多我就算了不染了，就这样好，中年的时候其实杨牧师这样算中年对不对中年这样中年一定会怎么样呢？发福哎呀，我之前在开始牧会的时候好瘦，我们家牧师娘一直给我补结果还是一样很瘦，因为可能压力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样牧会这样后来经过这10几年、20几年的历程，让我去经验体会上帝与我同行，上帝与我同在。等一下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我为什么会去念神学院。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题目谁是来，对不起sorry 好，这样好，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这是我师母那她在宇宙光諮商中心担任特约的辅导员，然后呢她也在林良堂諮商中心担任特约的辅导员。那我选这张照片配合这个题目，谁是我们的避难所？谁是我的避难所？你知道这冰淇淋是什么？哪一家的？你们都懂，全家的好，全家的冰淇淋它是我们的避难所。全家的冰淇淋，刚好林口有一家有卖这个冰淇淋。我们林口好像只有一家是这个，我找好几家都没有，进去然后说请问你们有冰淇淋呢？
我们服侍很累的时候，师母就带着我到全家，然后呢尝个冰淇淋，哇，那一尝哇很棒，2个人可以有这么一小段时间，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吃着冰淇淋，全家。我们这边有没有全家？有冰淇淋吗？有哦，好，太棒了哦！以后可能你会看到我们夫妻俩到这边哦。好，这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的避难所。然后教会的青年朋友都叫我杨哥，然后杨妹妹牧师。我们有幼儿园，我们教会有幼儿园，所以那些小朋友都会叫我杨妹妹牧师这样。好，那我每一个礼拜都会讲1天的故事啊，1次的故事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这样。好，所以感觉那个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样。好，感谢主。谁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全家的冰淇淋吗？那只是安慰剂嘛，不一定，不止，可能不是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好，人生总有需要逃跑的时候，我们都会逃到一个地方，就像刚才我跟师母逃到全家吃冰淇淋啊，人生总是我相信应该都有，一定都会有。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是年轻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会像一场逃亡，可能不是逃避警察也不是逃出那个牢笼是逃避什么？逃避压力，逃避错误的关系，逃避责任。有很多我们会去逃避的，是不是？我们会去逃避。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好想逃离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人想逃离现在的生活？不敢举手。你们看我举手了，然后有人打哈欠好，没有问题。考试压力太大，这里有没有学生的？请举一下手。还在念书的有没有？没有半个吗？周六好，我们有青年聚会 ，OK 好，星期六。逃离现在的生活，那考试压力大，好，感情太复杂，然后工作不太顺，人家不懂得，家人不懂得自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用手机，可能我们就滑手机。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影片，我们就会狂打游戏。有一个游戏叫什么 ？Candy， 是不是？有了哈。可能有人在玩，压力来的时候就开始一直玩，或狂看电影，或狂吃冰淇淋，是。好，那可能我们会这样的逃跑。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过，去逃跑走出去。所以真的让我们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吗？可以吗？我想在约书亚记第20章，上帝为了以色列百姓设了几座的逃城避难所，几座？刚才圣经里面我们6座，6座，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6座避难所。好，避难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其实另外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逃城，听过吗？逃城，逃城。好，这个逃城让我们可以逃到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逃到那个地方，所以让那些圣经里面刚才我们看过的误杀人的人可以逃进去，然后呢不被报仇者追杀，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在旧约的时代，那也是一个上帝特别恩典的设计，对不对？上帝特别的恩典的设计。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谁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谁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逃城的背景好了。逃城的背景是上帝设立的安全系统。安全系统，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不是来到迦南教会，是进入迦南地之后，上帝吩咐约书亚设立6座逃城。在当时的社会，如果有人不小心杀了人，那个被害者的家人有权报仇，有权报仇，那称为什么？报血仇者。报血仇者。
但若是那个人不是故意的，难道也要被杀吗？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也会被杀？所以上帝就设立了这个逃城，然后让这些人有地方可以怎么样逃进去，然后暂时的安全，一直到他接受公平的审判。所以在这6座逃城分布在整个以色列的地方，迦南地的东西这个两边都有，这个约旦河的东西两边都有，任何人都能够很快速的就逃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逃城的路会被修整的又直又平，不会弯弯曲曲的，很难找到，不会，又整又平。然后呢，路旁还有指标写着逃离开那个地方，然后进去到逃城。所以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避难所。好，上帝要保守，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每一个需要保护的人都能够找到那个逃城的路，都能够逃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人会犯错，他知道人会软弱，他知道人会做出错误的事情，所以他也给人第2次的机会。第2次的机会，逃城不是让坏人逃避责任，而是让什么无心之失的人有机会被保护、被审查、被什么赦免。这是逃城我们看到的安全系统。你曾经去过逃城吗？没有。好，求神保守。我们来看第3点，我们要从逃城看上帝的恩典，他不是要审判你，而是要一起念，而是要救我们。很多人以为上帝是一个严格的法官，当我们做错事，上帝就会记上一笔。我们没有来聚会，我们没有读经，我们没有祷告，上帝就会不开心。但是从逃城这个制度，我们看到完全不同上帝的形象。上帝不是要审判你，而是要救你。不是要审判我们，是要救我们。他在旧约设立逃城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我知道有时候你会失手，但是我仍愿意保护你。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说错话，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发脾气，会伤到别人，或者是选择在走向那个错误的方向。这些误杀的时刻常常让我们陷入那个内疚，那个自责。可是上帝说，来到我这里，我是你的避难所。来到我这里，我是你的避难所。诗篇46篇第1节说得非常的美，我们一起念，预备，来。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阿们吗？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常看，对不对？我们常念这一节，对不对？逃城的门永远是开的，只要人愿意进去。所以上帝的恩典也是一样，不是关着门等你完美了才让你怎么进来，而是打开门说，快来，这里安全。快来，这里安全。那我们来看一下逃城的预表。谁是我们的逃城？耶稣基督。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逃城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历史的制度，更是一个预表。更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了那个真正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所以逃城只能救误杀人的这个生命的人，但是耶稣却能救一切罪人的灵魂。逃城只是暂时保护人的那个保护他的安全，但是耶稣却给我们永恒的什么平安？耶稣给我们永恒的平安。
在希伯来书第6章18节这样说，我们也一起念，预备来。我们这逃往避难所，使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好，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避难所。当我们的生命被罪、被羞愧被这个恐惧追赶的时候，他邀请我们逃向他，藏在他的恩典里面。他不是叫我们逃离现实，而是让我们在他里面重新得力，再一次面对现实，面对苦难，面对成功。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这个经文的分享逃城，也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今天的我们要怎么样进到那个避难所，进去那个逃城？那我们应该要怎样进去那个避难所？我们不是要真的去找一个古老的城吗？不是嘛？是要用信心逃向耶稣，走向耶稣，跑向耶稣。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来做信仰的反省。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信仰的反省，我相信他就是在知识上面，可能我们透过查经，我们透过研经、灵修的生，自己灵修的生，若没有做信仰的反省，那个都是只是脑袋瓜里面的知识而已。神的话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仰的反省，属灵的应用。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到这个避难所？第一个，一起念，预备来。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太会装了，有时候在 FB 上面笑得很灿烂，其实心里面快崩溃了。逃往耶稣的第一步，逃向耶稣的第一步就是诚实。念一次，诚实，诚实，诚实。我们要承认，主啊，我真的快不行了。主啊，我真的快不行了。这不是懦弱，是信心的起点。不是懦弱，是信心的起点。逃城不接纳假装的人嘛，对不对？他只接纳诚实，然后逃进来的人。好，第二点，来一起念，预备来。不要在外面徘徊。逃城外面没有安全。在圣经里面，如果那个人离开逃城，就会被报仇者怎么样？杀害、杀死。其实很多基督徒，包括你我，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却又跑回世界找安慰，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后，但是我们就要跑回世界去找安慰。但真正的安全不在外面的世界，而是在谁里面？在基督里。听过这句话吗？在基督里耶，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你会怎么样？得着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你会体会到平安喜乐。纵使你现在正在难关当中，正在生病当中，正在你的不管是事业婚姻家庭很困难的当中，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会找到那真实的平安。什么是真实的平安？我自己的体会了，就是在那个高度的压力之下，不管是什么，你仍旧可以保持轻松的自我。那个是什么？从主耶稣，从神而来真实的平安。来，不只是这样，我们要来一起念，预备来。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避难所。亲爱的迦南教会众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邻居的避难所，成为你那个社区的避难所？我们的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避难所，是不是？不是那个空袭警报跑到教会那种，不是。我相信牧师这样分享，你应该知道，不只是我们教会，你个人本身，你的家庭也是可以成为避难，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所以上帝的心不只是让你得到保护，他还希望你也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让人可以诚实的哭，然后还希望你也成为别人的避难所。
教会应该是一个让人可以这个说出软弱的地方，不是互相批评谁比较属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的避难所。当人有情绪崩溃、被排挤，觉得没有人懂你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在这里，就是耶稣的同在。我在这里，我们来分享，我为你祷告。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不要在外面徘徊，要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勉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是一位牧师。我刚才有讲过吗？没有。我父亲也是一个牧师。那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有大概5年的时间，在南部有一间教会，叫做木栅长老教会，那是在南部的，不是我们现在北部那个木栅，是南部的木栅长老教会。哇，那间教会是哥德式的建筑，好漂亮。我小时候1岁到5岁到6岁都在那边成长，几乎没有穿过鞋子，打赤脚然后跑，那个太大了，太广，那个腹地太广了。我父亲的第2间的教会，他传到丰牧之后，第2间的教会我们在那里这样。那在那边聚会，高雄县内门乡，再往里面进去那个地方，那当然他最近几年有整建改建起来了，哇，更漂亮。好，我小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哇，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大自然那样，哇，很棒。好，那到了这个我要念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想说，刚好知道大稻埕教会吗？大稻埕教会那时候设教100周年，今年大稻埕教会好像设教150周年了嘛，那他100周年的时候要开拓一间教会，然后于是就邀请我父亲去开拓那一间，从零开始开拓那一间叫做百灵教会，刚好100周年，然后叫百灵，很合理的取名那又刚好在百灵桥那边，士林那边，百灵桥那边，所以就百灵教会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那设教之后就开始，我父母就跟着我父母亲一起宣教这样。那时候从零开始，所以也没有几个弟兄姐妹，从母会来了几位弟兄姐妹。那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是发传单那样，一直塞信箱，在那个年代，50年前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这么的辛苦这样，好不容易教会慢慢的增长。我父亲退休的时候，70岁退休的时候，那时候百灵教会人数聚会大概到200人，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宣教的策略，那只有牧养而已。大概那个年代，我相信跟我们现在的年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宣教会有策略嘛，而且要牧养。那个年代就是父母亲特别要去关心弟兄姐妹，每一户挨家挨户的弟兄姐妹，他都非常的清楚。到现在我妈妈都还记得谁家电话几号，吓死我。那我的父亲在2020年蒙主恩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体会神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从无到有，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那终于我们家买了第1台车子，哇，很开心。我父亲每天都在那边洗刷车子他开出去回来就怎么样保养好，因为好不容易才买第1台车子我还记得我很开心，也一起洗车子这样那有一天我父亲去探访回来，他觉得非常累了，他说我等一下再洗好，车子先放着，然后就进去睡觉休息一下。然后我也就想说，好啊，那时候国小，爸爸这么爱这一台车子，我帮他洗车好了，这样，那我就一起洗车这样。我就自己拿着那个肥皂粉，然后就洗。结果我找不到那个海绵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妈妈在厨房她每次洗那个，洗那个垫，华语怎么讲？垫。
锅子对，洗锅子的时候，他就翻过来，然后就用力刷，锅子本来都黑黑的嘛，那刷一刷就哇好亮这样，我就想那个应该可以洗车很好，会很亮的，没错。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车的就知道，如果你用钢刷洗车会怎样？我就洗了，我就真的洗了。洗我有猪，唱歌有猪在我船上，我就不然后我就一直洗，然后边唱诗歌。洗完之后要冲水，结果一冲，吓到了，怎么车子变成花车了？那个痕迹啊，刷起来都非常清楚，这样，哇，怎么办？事情大条了，对不对？可是主日学老师教我们要怎么样？对，要诚实。我就很害怕的跑去房间里面，Coco爸爸什么事啊？爸爸睡觉，爸爸你来看一下。好了，我就带他去看了。好，我本来要逃避的，躲在一个地方这样。可是这个一定逃不掉的嘛，他就出来，我爸就出来，睡眼惺忪的出来。爸爸，你看这个车子。我爸一看那样，然后就怎么样？哇，大叫一声这样。我从来没看过他那么大叫一声这样。好，故事先讲到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我爸爸，你会怎么惩罚我？举手。你供我戏，哎呦！供我死，有可能哦，有可能。还有没有？新妹在讲啊，你怎么这样？就开始骂了。好，这是后来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心境。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然后父亲就说他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想打我，但是他觉得他是牧师。我叔怕囝怪怪的呢，他有很多复杂的心情，然后呢，他走进去往前走一步，我就怎么样，往后退一步，我知道可能会被打了，他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怎么样，再往后退一步，再退到什么，没有路了。突然我爸爸跑进去房间，我终于逃避成功了，我说应该没事了吧，结果他又跑出来，对，有人说拿棍子，没有，他身上都没拿东西，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仍然是像刚才那样，我就一直往后，一直要逃避。然后我父亲，我父亲就把我抱起来，他就这样过来，然后就把我抱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一句话，因为我被接纳了嘛。他说：“陈恩乖，爸爸爱你。”好，陈恩乖，爸爸爱你，胜过这一台车子。好，爸爸爱你胜过这一台车子。从逃避到接纳，我在这个逃城里面得到真实的接纳，我在这个逃城里面得到神真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逃城，你也可以成为帮助人的人。就像我在神学院受造就的时候，其实我也本来也没有想到说会去念神学院，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看见同袍在我面前自杀，拿枪。我在外岛当兵，那时候快戒严了，快解严了，还是戒严，因为马祖是算前线，我在马祖前线都是要荷枪实弹的。有当过兵，在戒严前当过兵的弟兄们或姐妹们就知道，他那个时候交接班的时候，那个还是我蛮不错的朋友，军中的朋友。因为兵变，因为兵变，知道兵变是什么吧？失恋，对，因为失恋，想不开。我虽然陪伴，但是好可惜，因为我还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我就眼睁睁的交接。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砰一声枪响，
哇，我在马港，如果现在你们有去那个马祖观光，应该会去那个地方马港哈。那我是小艇队的，就诺曼底登陆的那种艇，放大门有没有？哦，那种艇，我就在那边当兵。然后呢，就是砰一声很大声，我们就跑去看，哇，整个惨不忍睹。我就体会到那个生命这么的脆弱，然后前几天才跟他分享这个要安慰他哦，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安慰，我就觉得啊，好可惜，一个人生命就这样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念神学院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牧家的家庭，所以感谢上帝也让我从逃避到被接纳。感谢主，弟兄姐妹，也许你正某些东西追着跑，压力、后悔、罪恶感，别人的眼光。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对你说：不要再逃避了，不要再逃了，跑到我怀里就好了，跑到我怀里就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平安。逃城的门一直开着，只要你愿意转向，就能找到安全。上帝不是要你完美才爱你，他是因为爱你，所以给你避难所。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当世界让你疲倦，当你心里被追赶，记得一起念，来。耶稣就是你的避难所。好，你改成我，预备，来。耶稣就是我的避难所。他不只保护你，他也陪伴你走出那个阴霾。他也让我们从逃避的生命变成被医治，变成被释放的生命。所以今天不管你逃什么，逃离什么，你在逃什么，上帝的话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来，回来吧，我是你安全的地方。回来吧，我是你安全的地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成为别人的避难所，让这个世界多一点接纳，多一点神的恩典。愿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神学院纪念主日，很高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生命历程、生命的故事，进到耶稣里面，在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当我们犯错，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你没有拒绝我们，反而打开门来接纳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会诚实的面对自己，也学会在你里面得着平安。让我们不再逃避，而是住在你的爱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很喜欢这一首歌，主你是我力量。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的分享，让我们更回到神的里面，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时刻，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避难所，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在旧约的时候为我们预备这个避难所，让我们可以在压力大、生活困难、任何的时刻都可以进到那个避难所。主啊，谢谢你在这个世代、这个时代，你保守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可以在主里面。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向你倾吐所有的我们生命的不完全、不完美。主，我们再一次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现在的困境。当然，我们也面对着我们那个成功的喜悦。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你帮助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如今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真实的救主。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神丰富的慈爱。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主，你是我力量，来，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会使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最后一次，来，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会使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最后一次，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继续与主来相遇。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你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诚实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里。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跟带领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将荣耀归给主。我们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神。阿们吗？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是我们的避难所。一起来赞美他。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你生命的浪，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你生命的浪，我要歌颂你。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我们彼此请安。